在马如飞弹唱《珍珠塔》之后，这部长篇弹词无论是书目结构还是艺术水平，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由于马如飞在学艺过程中曾经受到表兄桂秋荣的私藏与刁难，每逢到官字书，都会差遣他出门办事儿，以防技艺被他学成。所以，在他成为一代响当之后，亲自扫除了徒弟学会饿死师傅的陈旧观念，公开自己的弹词脚本，尽心向门人传授珍珠塔。他共收徒12人，弟子之下又呈宝塔状代代相传。珍珠塔的传人几乎都是出自他的门下，弹唱者之多也是其他任何一部评弹书目无法比拟的。珍珠塔搿部书呢，写个人交关关。最早搿个人呢是叫马春凡，马春凡呢辣先生里传下来是传拨的儿子叫马如飞，还传拨里个学生子叫关川勇，再传弟子们为马一飞啊、叶文清啊，包括我阿爹韦觉清。那我阿爹呢也是自己个学生子，里向有谢谢清啊，有钟先农啊，还有一个叫郭王学生。这个是人家再来巴黎叫郭王学生，搿个孙继友，再加上我爹爹，后来侪是平台下一代名人。韦觉清开始呢，其实搿个书嘛，就开始有很多部书嘛。阿拉一般晓得呢，就是比方讲这个韦觉清下来面有C小青，C小青是韦觉清学生子。那么孙继友、C小青是一档了。那么孙继友呢，原来是朱建章先生的学生子。在因为韦觉清名气响嘛，太旺嘛，在过堂拨了这个韦觉清。那么朱建章搿搭一路面的朱亚飞，朱亚飞下来面谢小飞，是吧？那么孙继友、谢小青搿个两支呢，搿是大了不得了。孙继友结果上子侪是欧日班啊，当然包括周云才，搿么本来13个3去巴黎也是珍珠塔，包括朱锡琴，是吧？而且先生个，但是呢又是搿个义女啊，基诺。那么也是珍珠塔，所以谢小青先生呢，伊搿搭一路嘛，侪是亲师辈啊，郭炳清啊、庞玉清啊，很多，所以再往下头一说，那么还有嘛，就是韦觉清先生的儿子韦厚英，韦厚英先生的学生子呢，侪是一字辈啊，那个吴老师嘛，聂一人啊，戴英，这个很多，所以搿个珍珠塔呢，可以讲是珠繁溢美，离搿个中国的这个一个一场铺的一场大的啊。现在一般讲起来是大家侪推崇讲马如飞、孙继友、谢小青，那么周云才、陈秀搿些一般传下来呢，搿个马6年是哪能呢？马如飞算个学生子叫叶文清，叶文清算了个朱建章，那么第3代，在朱建章下来呢算了个孙继友，那么周云才呢就是孙继友学生子。周云才是孙继友，陈秀也是孙继友学生子，那么另外一支呢，就是叶文清下来呢，再算了一个韦觉清，韦觉清嘛就是讲韦厚英的爷了，算了个韦觉清，韦觉清算学生子就是谢小青，那么原来孙继友、谢小青拼档，屋里都两个飞上了。拼档拼了一代呢，所以孙先生呢就是这样出来的。那么据老师一辈，韦厚英先生跟我讲，当时家方财源啊，大概48年、49年的50年搿一个阶段，做过些一个统计调查，要有90幢珍珠塔，是分散了浙江、江苏、上海是2、3、1市。所有码头浪向轮番演出，所以经常会在码头浪发生啥种情况？就是讲，搿家书上演出珍珠塔结束，另外一家书上珍珠塔了刚刚开始，这样听众还是要听，为啥么？就是各人说法不同，各人唱法不同。那么有这样的研究室，珍珠塔。说明那个研究之多，影响之广是应该是
当时讲起来，并不是很难比喻。既然有这么多演员同时在码头上弹唱《珍珠塔》，就难免会遇上珠塔接珠塔的情况。如果上面一期的演员已经说过了珍珠塔，接下去再说珍珠塔，会引起听客的兴趣吗？俗话说“尽富必飘”，意思是如果在较短的时间内频繁在一家书场演出，必然会生意惨淡。那么，对于同一部书目来说，又会不会碰上这个问题呢？伊先生嘛，当我讲，伊搿个从头接码头了，就接上品嘛，接上品嘛，搿个信息勿流畅。那么这个几个书场的厂方呢，可能也有点这个不是老熟悉业务。那么伊到那个书场，别牌子过来要一种召开神台唱珍珠塔，旁边一张海报呢，我也没哼脱了，就是前头一档了。薛小飞、邵小华也是说珍珠塔，刚刚说好。那么看见嘛，哎呀，觉着奇怪了，搿侬那个人做生意勿会这个，没珍珠塔再珍珠塔呀。那么书中国差不多吧，风格是有不同的了。那么老板有，那么你哪办法了？而且从前是交通也勿便利啊，伊没这样现在嘛快递搿么调一调，微信发一发了，那啥人来海伐？搿么啥人调过来啥？现在老早没个，到了，有定不到赶得来，搿么想一想，问一问，伊拉从啥地方开始的，说到啥地方结束的，那么想这一想问，啊，不定，明朝了上。来是吧？来是，啥？各家各色。小飞老师、小飞师说是伊个风格，阿拉先生呢，德尚老师是伊拉个风格。结果上去照样珍珠塔再珍珠塔，照样开门，生意照样好。方太太3个初8，书上祠堂门，林子小八股，千里行知道襄阳，到今朝龙个13岁，刚刚到襄阳地界。刮啦啦个老太阳，天是热得不得了，地皮上烧得恨不得出青烟。一动就是一身汗。老太太想想，搿日脚过得也快，我离开家乡已经3个月子。我曾经离家3月初，我把那一杯水醉的翁够。清明可比两人眸，愿他冥冥之中把与我一路心儿再会逢。到现在么恢复设珍珠塔，我到上门来摆珍珠塔。刚刚摆好珍珠塔，搿个叫黄柔在摆业务个嘛，叫你到蓬莱公园去。我跑进去一看嘛，上头牌子上陈秀水围军珍珠塔，搿牌子为啥拿脱了？那么打电话头里向去，我说黄柔在啊，来不可留拨我去。你讲陈秀刚刚结束，哪讲我珍珠塔再珍珠塔呢？我讲当然我一搞定设珍珠塔了，问题不大个。你说到见姑娘，我见姑娘有的再下去，那么我到上面来摆个书是见姑娘，搿个书，是啦，我得里办法做呀，是吧？搿没办法嘞，搿拿说了再讲嘞，那么我照硬头皮上去说，到业务情况相当好。我到3天一出，就是讲啥个，问题是珍珠塔，伊也珍珠塔。听，那么一般讲起，现在这样是难说过了，我再来说，我不可能的，我上方不接受的，以前不管的，侬刚刚说过，我来接，听刚刚不管的，两样个路子的，听好了，无所谓的，那么搿辰光没啥议论呀，对啦，那么总归听书嘛，听好了，比较啥人唱得好，搿个一头
内涵，乖个头厉害，这个我听听比较嘛还蛮好了。珍珠塔之所以不怕尽付必飘，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：一是听众对这段故事实在感兴趣，反复多遍仍旧听之不厌；二是各家各说，侧重点不尽相同，自然会给听众带来新鲜感；三是珍珠塔以唱腔为一大特色，众多名家的流派韵味不同。自马调之后，魏调、沈调、薛调、秦调、小飞调等，也都各自形成了风格，形成了千朵桃花一树生的局面，带来了艺术上的享受。可你珍珠塔脚本呢，你有点大个思路，啥延伸下来发出出来，就是上一条路。至于当中个搿叫小闲话啊，是哪演法哪唱法，是吧？那么各人的这个体会不同，接触社会不同，感受不同，是吧？修养不同，那台湾是个珍珠塔是，不是千人一面，千人千面，是有一种说法叫各家各色。珍珠塔说法有不同。不一定对呀，你是讲是1年3次，我也1年3次的呀。这是一。第二，表演能力有高低的，你知道？第三，说理也说得通，有种人说得牵强，有种人说得是实事，另外理。听众讲起来，侪说这个，珍珠放清唱道人，侪说这个，背得出，比你演员还要背得出。你上头说一句，你下头了再下去的，但是搿个书呢，你都还是欢喜听，欢喜听。所以现在讲起来，就是最地气，家喻户晓，讲老百姓的事体，所以搿珍珠塔也是非常好的。珍珠塔的确，辣过去是很辉煌的啊！我老早讲，流派挺多，名家挺多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，没争议的。啊，侬这样子由马调开始，淮调、沈调、石调、秦调、游调、小飞调、黄香调，这个在珍珠塔侪得讲了，啊，名家也很多很多。在后来呢，就逐渐呢发展了，啊，包括我也好就发展在唱游调，哎呀，那么这个朱继章还比马调要丰富点，但沈其欧，那么就更丰富了。那么侬现在你呢，还说在研究里的声调呢，就确实比较丰富了，有高有低，是吧？有高低起伏，有安排得非常好。像魏竹清啊啥个，你这个唱的台里是人版式的，我至少一直不隆咚，这个像个读书讲的朗诵，因为片子实在多呀，你这还唱得快。这个两个读书讲个一句讲种朗诵式个读，那么原来慢慢讲在魏武营在这个沈九十三清，那么就都属于这个音乐丰富在，唱腔这个改编在是吧？那么像譬如你说这个CCF 啊、余淮区啊，你都是各自这个唱来自各自个腔在。快事起来，丫头来了，有空被他们开去。太夫人啊，利用太夫妻，在大家心呀生泪。啊，天呀地，家里去多三不大。我们相夫相妻，一水之呀别离的，自山兰我去太平呀林，那金晚风吹着去。太平转，老子不是眼睛。
起步拉东边，我自卑说不出那是。呀，家贫村那道山，历史离开呀风浪漫。哎呀，别不可啊，不可！去他子，他走人我一和他的翻一翻面。记得做给那年报，50年来是大金呢，还是因为高明山。我在往本未来接下去大兵的事，他说他是10年，表弟去年与李伟，病人啊本中不能来。以前，苏州评弹的从业者大多家学渊源，其中有3家以书艺超绝闻名，分别是弹唱《玉蜻蜓》《白蛇》的吴锡庚、吴生全兄弟，弹唱《双珠凤》朱耀庭、朱耀生兄弟，和弹唱《珍珠塔》的杨月茶、杨兴茶兄弟。自评弹表演进入上海后，受到了市民的极大欢迎。因为苏州话中“吴”的读音同于“鱼”，所以这3对兄弟被听众们爱称为“鱼、朱、杨3大声响的。毛主席呢先说我个阿调叫杨国鼎，杨国鼎算我阿调，那我阿调唱这个珍珠唱呢，他唱得还蛮好。那么原来呢，我摇就受不了我摇，所以我阿调叫杨国鼎呢是毛主席。后来有个叶文清是阿调呢是毛主席第2代学生子，第1代学生子是毛主席第1代学生子，我摇是第2代，那么但我呢是第3代，所以我的辈分说起来是平台教授比较高的。杨高的珍珠塔的特点呢，就是伊负责上档的点，因为过去是只有单档了，自从我父亲在爸爸开始呢，就有上档了。上档呢2个人有互相交流了，闲话就有往来了，比单档呢就可以更进一步了。然后表达感情呢还容易表达，所以听众也非常欢迎。是当时辰光大山上一个大相当，大山上之一。在顾鸿熙、蒲希言、孔平所著的《常熟评弹史话》中是这样介绍杨氏昆仲的：杨月茶、杨兴茶，月茶字谦，兴茶字微，常熟赵氏乡先生桥人，祖业商贩，父杨鹤亭，乃一代宗将马如飞之入室弟子。月茶、兴茶昆仲继承父业，说珍珠塔。由于珠塔剧情丰富，他俩进行艺术革新，创马派双档之始。月茶秉马如飞正宗，兴茶则发展于秀山之委婉，珠联璧合，道中推崇，时人刮目，江浙城镇争相延聘。1921年，应当时国民参政院议员汪大燮之召，入都献艺，燕人轰动。30年代时，并灌制婆媳相会等唱片形式。清末，杨月茶任苏州评弹行会光裕社社长时，目睹同道文盲众多，甚至累及子女，曾于光绪33年1907年多方筹资，创办过民立育才小学。杨氏昆仲授义子媳、义徒，皆从政从严。兴茶之子杨德林、媳朱雪玲，皆严小平演出于苏沪等地，皆公亲指导，使后辈亦成名于世。
甚至他这个是病着点，而且再主要一点是压缩工伤，压水要拿那个分药性没强的，病症发生是非常点的，都在4个关里，昨日是非常3月昨日2场，啊，这个不人一听就懂的，这个那比方说补习相会，等到补习出版之后，生产工业创作唱片，设计是叶真正开定赖夫人，周周静静是吕伯斌，不觉浑身冷爱灵，家去在大快大在里边，哭出哀哀上头身，头上生理把酒酿成，这个句子呢，侬是生也不生，啊，这个过分气呢也不气，还是蛮深的听上去，哎呀，还是蛮可以听得懂的。我的话语比较气了。我方才但不是你下面送，课文之后才是何去后来把你来不成，生女容吧也分不本。这个就比较通俗这个句了，哎呀，那个句分不本，别人一听就懂。我就哼2句，但是我讲真讲这个2句，我为啥改个2句呀？也就因为是通俗易懂了人家。想这是他一阵阵开定了风声，周周静静如履不平，不觉浑身冷海灵，家去归到在里边，哭着哀哀上头身，在头上生里把酒酿成。想起是他一心生，开定了风声，周周静静是吕伯斌，不觉浑身冷海灵，他家去回到在里边哭出哀哀。头上山，头上山，篱笆菊缠，呀菊娘啦，他的媳妇上西病也重，上3岁份的孩子也。也经至此，依云南北不开，因不得风声千里楼。你到乡野后不着当满，你几天不完后不着夜明。呀，去年啦，呀想起我分在破局乡民为这日太子，他去后来把你拉不成。3月中办一分不办。我父亲呢，唱珍珠唱呢，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讲唱语言。这个那个弹琵琶呢，搭别人家不同的，人家弹琵琶呢，侪有节克子，侪留节克子，但伊里不留节克的，我小辰光也看不懂。伊不留节克，你这样还弹？伊从啥弹呢？就以这个节克的蜡卷啊弹出来了，用这个手指浪向这个皮肤结棍硬。那么所以说明搿辰光的乐器呢是并不实用的。那么原来把人家一般讲起来，但是上腔上班了。但是侬唱真上腔上班的语言呢，拿了唱了书里向呢，就不能够表达感情了，因为时间了，侪把那个腔走击脱了。
就很难表达感情。所以我父亲眼里想出来个叫短腔急走，腔流缩短，走腔呢是很快的，唱短腔急走的快语的。那么让当时搿些辰光，好像没第二个人唱，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唱。所以讲唱珍珠塔唱雨天呢，就只有我父亲一个人。那么说珍珠塔嘛，啊，你杨高门里，杨高门里杨德林不说了，但是你我让码头上问我，你阿公杨新荣，你到码头上，我要做南城啊，你到南城来听诗的，来听诗，当我把关，当我指点。那么这本么子杨高门里才有的了。在马如飞的隔代弟子中，有一个人的名姓为大家所熟悉，而对于珍珠塔的流传来说，它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。自他以后，弹词珍珠塔在说表方面愈加重视以逼真的表演描绘人物，他的唱腔也在马调的基础上加以发展，形成吐字清晰、节奏明快的特点。尤其是在拖腔上富有韵味，被称为魏调。他就是一代名家魏玉清。下一集将为大家来重点介绍珍珠塔中的魏家风范。在弹词珍珠塔流传的过程中，有一人承上启下，继承了前辈艺术的精髓，并影响与造就了后辈众多演员，他就是魏玉清。1905年，26岁的魏玉清拜马如飞的12弟子之一的姚文清为师，学说珍珠塔。由于他天赋聪颖，学艺勤奋，姚文清怕将来影响自己儿子姚如清的生计，所以并未把珍珠塔的全部脚本传授于他，一直要到1908年得评话演员钟伯庭相助，才终于把从二进花园到打三不孝这段重要内容补全。随后，魏玉清到上海奏艺，广受欢迎，成为了评弹界的大响大。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，伊拉都侪是珍珠塔，而且珍珠塔当中的响当。特别是我的祖父，辣20年代的上海初期辰光，曾经有一次评弹家的评判会，那么我祖父呢得到冠军的宝座。后来呢，有交关宝座也连夜办出一趟叫独占评选评弹艺人。那么我祖父呢也是名列第一，所以伊呢得到是珍珠塔塔王、四代文上牛的美称。弹词老艺人陈瑞麟曾回忆，1933年，有一川沙人吴科臣喜爱评弹，出版一《新春秋报》。吴先生在报上起誓，选举弹词3顶奖。选票最多者为状元，次者为榜眼，再者为探花。投票者被你选中之人是状元，赠报3个月，榜眼2个月，探花1个月，所以投票者特别多。期限满，邀请全市光育社社员开特别会书。结束后当众宣布，状元是魏玉清老夫子，榜眼是陈瑞麟，探花是夏和生。状元得一座小银塔，榜眼、探花各得一只盖有红木做的小银杯。
那么我阿爹呢，肚皮里不是在结棍哈，所以会得坟上肉呀，书台坟上肉，所以那个书里向啦，已经会得论经释过，会得穿插交关多，所以书里向更加内容丰富，听的人呢还更加入迷。一旦讲到一桩事体，一只典故出来这里怕讲给大家听着，所以呢，交关引人入胜的。沈简安弟子汤乃安在《评弹名人录·魏玉清》一文中这样记载：魏玉清说书，虽仍仿照前辈的传统习惯，坐而不立，但对书中各个人物形象却都加强了表演。所以当时听众有这样的评价：听魏玉清说的珍珠塔，不是魏玉清在讲话，而是方清在讲话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由于魏玉清的表演艺术在起角色方面有了发展，使听众产生了生动的形象感。小年轻肯定总得花路。晨风哎，风嗡嗡，风在放晴啊，两日一中哦。最后我才点地，为什么不具有点真真真松？给大家一种高高，早有种个分，要是找到让高高在一起做一个想法，肯定得让可以看得见的。大人兵儿高，实上是高有中翁。花木定在防风为中，他的那位如今啊，旅人开个语文配备跟相信懂。原载于20年代《新月》杂志1卷6期，由范烟桥所写的《珍珠塔文学观》中这样写道：珍珠塔弹词脍炙人口，则以文学优美故。自马如飞珍珠塔推敲增损，倍极精大。后之唱珍珠塔，多感艰于上口，苦于记忆。若非略通文字，即满口别字。今为魏玉清，尚能不为所窘耳。有4句闲话，叫上气下落，举剑登出，落是土枪，词根腔后。就是弄个词来上编，有缺点呢，还要根据词来编。所以讲个模调再主要一个特点呢，就词正腔圆，缺点并不复杂，是一句一句连上的。魏觉清这个魏觉清个微调呢，还主要一句一句连唱，成功一个特点。因为我阿爹啦喉咙黑，非得个回乡，外加中气足，再加上你个精力非常充沛。那么本来不是有的特句嘛，你拿特句介多，本来不是唱得慢呢，你唱得快，所以都是你唱个特句啦，几十句一气吓人。你三姑娘珍珠落地一下千里。好，你当弄叫表示一类黄油啊！来到自然的双双们的那里，有心扎不见两相依风。在我家外边那来，方正平地回美圣人，知道表示的，在这里来一口风格，我就弄透了。我问你呀，是贵中一家
所有来嘛一花皮表一个是中，所有来去毛个一种当阳我阿爹呢，为了让搿个马蹄个，因为是比较单一个情况之下，让那里个河口后头呢，架子土墙。那非但这个呢，你上架子个土墙呢，非但分伤害子搿个马蹄个本来个水运味的，但反而辣辣后头个河口浪向加强出来的。山岩呢，本来只不过是打拍子啊，或者是这个河影河影，那我阿爹呢还努力去改变，成功比较有肉感个功能。所以李昌的马蹄呢，你比较神情潇洒，那么节奏明快，所以呢，创成之李的一个风格。当时辰光，人家就称你叫怀拍马蹄。马氏飞个马条呢，伊一口气呢，三个一大路搿能平个啦，一口气平个抄下来。回出劲呢，回条呢有只起伏，有高落低，轻落响。快乐慢是个哪子？那么成功回出清头头叫回家马条。上世纪30年代，魏玉清飞升书坛后，就把演出重点放在了上海。苏州观众非常渴望一睹魏玉清的风采，就有国泰书场老板派人赴沪邀请。因上海的演出无法中断，所以魏玉清只能日场来苏州登台。散场后再乘火车返沪说夜场，每天如此来回，传为美谈。我当时要求侬个说书先生就是啥？阿拉讲牙齿要干扎扎，字眼要清清爽爽，中气要足，喉咙要响，搿么侬迭个说书先生就是标准的。所以当时辰光勿用话筒，阿拉讲单点劲，单点劲侬勿用话筒，几百人场子里要听得清清爽爽，迭个是要练功夫。所以当时魏菊清的调头是受到极大的欢迎。魏玉清除了培养薛晓青、王彦宇、钟孝农、沈简安等一大批学生外，还将自己的儿子魏含英作为衣钵传人来尽心栽培。而魏含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在数十年的书台生涯中，对整部珍珠塔进行了去无存精，提倡说书技法要符合时代审美的需要，形成了说表飘逸、角色传神的风格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延续了父亲魏玉清担当弹唱珍珠塔的风格，在双档演出逐渐风靡的同时，保留了这一更为古朴的演出规制，成为一代名家。我父亲呢，你从小就开始学识书。7岁的辰光，你辣苏州广元社举办的一只育才校去读书。但是1年下来，我祖母就叫你不要读书了，要学识书了。搿么你心里有点勿大情愿，所以侬想多学点知识了。但是我阿爹搭里讲，侬只要好好教说好一部珍珠塔，就3个文科毕业的大学生。那么小囡总归听大人安排个咯。从小呢，从8岁开始，伊就是开始学珍珠塔了。等到9岁的辰光，阿拉爹爹上台了。伊勿是正式上台啊，叫擦边花。哪能擦边花呢？就辣舞台个边浪角浪摆一只凳子，送开篇，说书前头去送开篇。但据说埃个还是乐先生培养新的一代的一种手法。因为小囡一直勿上台了，你突然上台辰光要紧张的。现在叫侬边浪擦边花唱了开篇了，将来上台就勿紧张的。搿倒果然如此。所以等到后来13岁的辰光，我爹爹呢随大爹拼档了，随上台说书噻。弟弟呀，你儿子想起了呢？哦呀咦！回来了，家的太阳可把一的太阳演什么？一句毛啊，巨娘，这巨娘为啥说不成？
如来举目，举目呀，真的个啥人也是个举目的。把那一什么滴漏这个一什么一这个举娘出来，那侬讲懂了？狮子举娘是还举娘懂吗？这一讲不然，王师的表弟是举娘的儿子，我狮子那个娘，搿里要比过单的儿子身上讲，比着比不是个。举娘呀，举娘真呀！想他是那想两鬓不须散，想他们好多多么个天人咯，想我这些比人两尺与不能打相干。恰逢你弟弟亲自上了一女的样品，人对强女儿死亦不能翻。不晓得到16、17岁哪出事体了？因为男小人呀要变声的，那么你已经变声算1日，一变声么完结。三上子没的呀，三上子没，乐团不好组织，三家不好组织。侬辣边浪做和弦，侪是去搿个角色，搿么哪弄法？而且唱个音一来一不灵，一来一不灵。所以搿档生意呢，从卡满一落天上。两女儿是好金亲人大有伴。真是苦里真是寒，真句把他手引那不老之中女，将两不问口这种心命伤。李克里斯基日天呢，所以决定到夜叉档，所以到父亲节提出来，我要当你分开着，我要一个子去跑码头。我会得刻苦锻炼，我会得自家要叫自家提高，而且我一定要练成是我自家的本事，我再来当你拼档。我一定要蛮明白你个心意，所以呢，也就答应着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也一个子背包囊、追管囊去唱码头去噻。刚刚出去蛮痛苦吧，喉咙也不好，而且刚刚出去名气侪没拨，出码头真正辛苦。你而且也不肯拿自家。为绝亲的是我爷的名字拿出去，这个样子里讲，我这样别家拿你的名字拿出去是我深爱我自家父亲的印象，所以你也不想。但是你非常坚持，还蛮努力，由于你自家刻苦努力，加上你的实践，慢慢就把你唱出是你的一片天地。曾有一则魏玉清书台训子的趣闻，魏家父子在上海长乐书场夜场演出，说小夫妻相会。当魏玉清唱到“曹小娥背负浮江”，就放下三弦儿讲一通典故，再唱“花木兰代父从军”，又如此这般。听客们不耐烦，却不敢下名角的面子，私下对魏寒英嘀咕：“我们是来听书的，不是来听典故的。”于是，魏寒英轮到开口，便对台下听众说：“为了说书爽快，我不讲出典，一口气唱完。”话音未落，便博得个满堂彩。不料上手的老魏气得把三弦直戳过来，吓得小魏丢下琵琶逃下台去。虽然私自改动内容引起父亲的不满，但魏寒英对艺术的改革却不会就此停止。特别呢，你会得注重人物的内心的面相，特此刻画。
所以那个珍珠册里向搿两个角色，像方清的诸葛财大，搿陈彩娥的谢衣裳前，蔡平的贤能，陈夫人的势利，王本的忠义，才能够淋漓尽致描写得活灵活现、有血有肉，走入了观众门前。欧阳主他讲到开工在此，我来念给你听啊，多把你听啊。讲到开工请杀人，是狗无义。三间的苦风中的困死人的都当是体的，和某某上吊的双针的红一匹狗子，鱼龙落体头几无吹亮，一部手拿宝贝不杀就有将两倍，心灵破雨如动出身的怒吼，因把事呀走不问口这种心命。就高兴啊，非是他心气气泪，有一人人伤心，一人人受泪落真子，少些出于种奔跑的期待，在他心底让熟悉细儿一缕的香吻也不停。有我想那举松林三日就生须时，为得这红丝两位无天地的山里这样的狗其实还是唱马的，但是你唱马的，你觉着唱德剧呢？一唱德剧就上气不接下去，觉着吃怪吃力。原来被我阿爹发现着，所以举证里，搭里讲你要唱马的啊，首先着重的要用上的勇气的基本训练。那么我爹爹最这个意见呢，随了马头上一面演出，一面实践，一面让摸索。原来终于把你拿马的个规律摸着子，而且还摸着子唱马的个门德。但是我也当我搿个阿爹个喉咙啦接受不到，我阿爹是隔两，外加里中气足。我父亲呢自家晓得自家中气不足，声音低，当然有点厚，而且有点怒个。假使用你自家个嗓子来唱我阿爹个喉咙了，搿个唱法啦，唱不好个。伊根据自家的嗓音，自家也唱得响个地方，伊唱不响了。伊就容易往低了去，所以一个朝高，一个朝低的，是两种。有人讲听起来，有人讲两种风格，比完全是调的。到夜呢，伊外加欢喜听各种戏剧，特别欢喜看京戏，最欣赏的是陈延川。那里说陈延川的唱啦，伊讲唱起来婉转滋润，听上去，而且呢变化多多。特别有一种唱像行云流水嘛，你觉着对自家的唱有交关大的帮助。所以你说你辣浪搿个课堂当中有两句啦，你讲你随时听至陈延川的《河湾马蹄》《河湾马蹄》里向偷个别个。知他啦。像那七朵龙头身体美，不是大活的女巫，有相信一对本儿都没有中不开去哟。哪怕你装荣耀，过去某家的心我都记定要自己种手不够，冥冥之中就把大事。想下的是死也不能少使你，临终我心脏
带你石林等待我心，我来打到古人的心当头。在评弹演员的书台美一文中，魏寒英谈了自己的体会。到了台上之后，坐下来要有分寸，不能把靠背椅坐满，坐满了腹部收紧，上身容易前冲，坐相难看。应该坐在椅子的边缘上，上身挺直，再用亲切的目光扫视一下听众，然后开始说书。台下看上来端正和蔼，听众对演员在感情上又亲近了一步。书台上起角色做动作，手面也要美观大方。手面动作一部分来自生活，一部分来自戏曲，是根据书台表演的需要加工而成，具有写意式的美。演员在台下要经常注意观察生活，多看戏曲，多学学昆与京的身段，才能用得好。曾子堂我听过了啊，因为我30分听过。我连上头这个头章，为何用的曾子堂我再也听，因为啥？一个是风度哈，我特别是辣57年江苏省会，为何用那是11位神高点心。说的是哈，方担当，既是本人又是飘逸，唱一唱的哈，所以我后来唱个调调呢，我基本上像有听了魏和英听了些小的，所以我呢往各个方向发展。魏和英先生的一个担当真主上是非常出名的，而且呢台上的台风飘逸潇洒。说书说情啊，李金讲阿拉有句闲话叫读书一股劲，写书一段情。那么李讲呢，搿句闲话呢，不完全正确。读书一股劲可以啊，写书一段情不全面，应该是写书要说得情，搿个情是安静的情，写书要说得下头要悄无声，静悄悄，侬这个书呢，老人家才够吸引了。那么我认为先生呢，算是这个特性。苏州评弹自从上世纪初进入上海后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各路名家响当，纷纷将能够在上海这个码头站稳脚跟，作为自己艺术生涯的最高目标。上海无数的书场，无数的听众，培养了无数的评弹演员。1924年春节，在上海汇泉楼书场有这么一对小双档首次合作，便一鸣惊人。他们就是日后被誉为珍珠塔王的沈简安、薛晓青。关于沈薛档的形成与艺术风格，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来具体讲述。自从评弹艺术进入上海后，由于具有语言表达精炼、人物模拟传神、评述贴切独到、弹唱优美细腻等特点，受到了各阶层市民的欢迎，拥有了广大的听众群。一方面，演员用精湛的技艺来满足听众；另一方面，听众的审美需求又督促着演员不断提高艺术水平。虽然这是一种良性循环，但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准入门门槛。在珍珠塔的传唱者中，有一对20来岁的小双档，在上海的初次合作就脱颖而出，从此红遍书坛数十年。他们就是被听众誉为塔王的沈简安、薛晓青两位先生。
先生在私塾3小青拼上当是1923年年底。当时辰光个平台演员呢，侪是单档，侪是一钩子个。真正要拼上当了，大概是上个世纪个20-30年代。沈其后到3小青一拼至上当下来，大概到1922年或者26年，搿对上当相对相唱不得了，红遍江南。有一个叫钟子良，一个大钟，等于代表教材，就是讲啊，沈其后拼上当。那么沈其后呢，还是沈搿个韦觉清个学生子，你是高档学生子。真正先生另外一个，有些人呢再跟，就是讲韦觉清学的。葛么你到时候四兄弟的，两家的拼至上当以后呢，那么搿对上当是不得了子。啊，真是大红大紫，经久不衰，几十年才是里头那个市面。上海文汇报社社长，总编辑叫徐志仁，你是名门中央副主任，你是老听众，你写了一篇文章评价沈其后到3小青两家的治理不语业无量，政工平台讲，只有里头一对上当，有一没第二档。为啥一边弹唱味道，到高山下去一道演奏天无梦。首先当为啥能够出名？首先才可以有名，随时拼得上当辰光长啊！大家理解着，三哥我只皮肤得让你嘴唇浪向个，你只椅子得让我嘴巴浪个。搿种呢就是唱朗朗就适意得不得了，一边发熟了有眼里个。沈简安与薛晓青幼年时有同窗之谊，同在光裕公所开办的育才小学念书。两人分别步入意途后，恰巧学的又同是珍珠塔。在江浙码头的摸爬滚打中，两人分别与钟孝农、朱秋帆、陈雪芳等艺人合作，积累了不少经验。1924年，沈简安、薛晓青双档在上海汇泉楼等4家书场登台演出，因说表从容洒脱，角色细腻到位，弹唱刚柔并济，令听众耳目一新，受到了一致好评。当辰光搿点听众呢，不满足侬老先生
啥个一想起来，侪是像吟诗的，啥狗啥狗啥狗啥啥狗啥狗啥狗啥啥狗啥狗啥狗哇啥也没音乐性，音乐性不少。但是里就是深究的小情的音乐性，丰富的音乐性使得听众满意，一种享受。为剧情的调头，伊学生子深究小情，深究小情了，音乐性了大大加强，音乐性加强，一样等处里向。不以分明，而且呢，没唱得介更头更道，里向有小腔，那么再加上你身上唱婀娜，婀中有侬，一边是高亢激昂，两家头配合了配合默契嘛，所以搿对相当，那当时实事求是讲，平台讲独一无二是大师级的。小情琵琶伴奏，甚至有个浓，甚至是婀娜，那么小情呢比较爽脆。一旦声动出来，搿个腔这个唱出来了，根本没办法，就是伊兴奋了。他真治他搿个流派是交关了呀，就是朱永芳搿辰光呢，那是还有谁来唱，都也是拿着资本子了，他有谁来唱，有出三斤个牙难边唱朱永芳。那么真治他呢，搿个辰光是盛世当呢，总归是。冲了队队了，侬到马路上去搿最过么升级我搿当三不小名儿像样，侬搿才是开搿种物事啦。一对双档，出了两个流派，搿个是从平台讲来讲呢，好像是虽无尽于者，上水唱个声调声派，下水唱个色调色派。搿个呢，听客呢实在欢喜听，经久不散。从前人讲起来，哎呀，搿对上当的珍珠塔，真叫太旺太奇迹。从1924年拼档合作开始，沈薛档在艺术上突飞猛进，始终踏准时代节拍，从响当先生步入大名家行列。30年代，沈薛档在上海的演出真所谓应接不暇，书场演出、电台播音、堂会演出、唱片公司冠制等都要来请他们。一天内演出场所达到10处以上，对于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为了缩短赶场时间，薛晓青购买了一辆奥斯汀牌汽车，来往奔忙。说书先生乘坐自备汽车，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。爱好评弹的听众都为之风靡与倾倒，一致公认沈薛档为塔中之王。因为两个人大家是担当，才拿椅子的。搿辰光拼子上档呢，就是一个弹琵琶，一个弹椅子。担当关着了，那再是就是讲个拼上档弹起来了，好像不大自由，但是遇到两家头就是密切的配合。搿对上档出来的音乐最好听，音色也美。当时比较简单点弹的扩手，
但是朴师傅里向听得出你读个一个强弱音、节奏、音色各方面侪是非常好。薛小青是叫边看琵琶边开看琵琶，就是讲伊拿只琵琶是活起来了。本来是这台根本唱不对个，到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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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，那么侬唱，伊不对个，啥勾啥勾啥勾啥，当然领的，不对个。从薛小青开始呢，声就唱里带进去了，带进去到里拖进去了，拖进去之后，所以搿个浪是一个时代浪个飞呀。本来阿拉平台叫了，一对双档要唱个辰光呢，先弹前奏，前奏弹好，我要上去要唱了，刚说乐器我就停了，没乐器了，要等到我一句唱完，再是一道再来弹，再来。但是你唱上来了，侬顺就了唱，侬唱大来边，我伴奏烘托米朗索，子孙复调，实际一来，侬唱个人烘托了唱个人，所以这个阿拉先生唱起来像起满意。那么一点一点呢，乐器浪向头里头，要让搿个只多出来的一代一下子丰富。那么唱呢，也就是讲对你这个声调、色调的，薛小青老师个琵琶伴奏分不开来了。薛小青老师的那个琵琶浪向是整个平台叫你是划时代了。侬这个琵琶音乐，侬你推到了新的角度。特别是30年代、30年代、40年代，屋里向听这个沈三档的唱片，副 CD 里放沈三档的这个录音，这个是顶流行的。那么中浪向吃子中饭出去以后，一直到晨钢半夜做来得了呀，一日天要做10几家场子得了呀，是吧？所以你的爹爹不大旁头呀，看大不清。你去上学堂你困了海，这个你走来菜你追出去的，这个你走来菜你才困觉的，所以碰不着。一年一到头只有到同年要碰得着。金山，不必离本宫。老弟呀，金公很善人。呀大了不是公安民。老友，公安民一死不归。呀，大比现在公安民我口音嘛不难好的公。沈简安的弟子汤乃安曾经记载，评弹演员要说好官字书并不容易，但要说好软档书则更加困难，非有精湛的艺术造诣不可。沈薛当说珍珠塔不但后见姑、唱道情这些官字书说得生动精彩，就是老夫妻相争、白云庵两亲家相会之类的软档书，说起来也并不逊色，充分证明了他们艺术修养之高。1937年春节，沈薛当在无锡演出，日常营园书场卖座之盛，非但场内无插足之地，甚至靠墙扶梯阶层上也坐满了听客。说到散家财这回书时，唱出了书中陈莲由于老夫妻不睦，倾吐胸中3年抑郁的牢骚语。有一位老年听客竟然老泪纵横，散场后还在吞声饮气。里头呢，不仅仅就是讲弹唱了哈，说个浪向呢还干净。先生呢就是讲个，既有先生么子，也有自家么子。因为随便啥子么子呢，不能囫囵吞活子，一定要通过自家，也通过自家实践，通过自家脑子去
想一想，努力理一理，所以呢，书越来越好听。不然个书呢，也唔听流个。所以里头个书呢，就是讲个听课欢喜听，有合情合理，那么角色也好。到现在为止，平台的这个上档，这个三言琵琶的这个我讲的衬托，一个就是唱长调系统的啊，包括唱长调的，这是张建国的伴奏，这里向有了很多的发展。一个就是声色档，这个色调的琵琶对声调的那个一些配合，啊，这个侪是对平台的，非但对平台音乐，对平台的艺术的这个影响的扩大，侪是起了很多影响。因为公安民虽是高廉国，距离呀公民的距离呀深。尤其是那带来公安民投资办。尤其是那公安民主义的民主，这个公民公正不必刀山，都是那么批评官反反公。写的是那公理的老民真，家里聪明人好也能生。沈简安生于1900年，他的父亲沈有亭是善说《白蛇传》《双珠球》的响当，但是沈简安小学尚未毕业，父亲就因病去世了。由于生活的重担，幼年的沈简安也只能迈入从艺的道路。他拜师朱坚庄，开始学习珍珠塔，后又拜魏玉卿为师，继续深造。沈简安深谙说书必须实事，对书中人物不断推敲打磨，并从京剧表演中吸收养料，所以他在书台上的举手投足无不生动协调，描摹人物则栩栩如生。像阿拉先生呢，你本来相对相唱，和薛小青老师侪是一样的，到后来由于一出名一红，唱的书上比较多，再唱的电台比较多，这是大人高中公馆里向去唱堂会比较多，实际上几年下来了，喉咙走脱了，喉咙失人了。喉咙说不能相对相唱，喉咙失人。那么你哪能呢？从你自家角度考虑，你个喉咙根据自家的特点，你唱起来用小腔，比较柔顺，匀柔顺，外加有韧劲。唱起来唱做下来虽然有点恶涩，但是当时辰光评歌评理啥物事，想吃淡想改来，有回味的。这你是唱得好嘞，你是唱起来是真个眼风水味侪有的，你是小气哈，人家是不大有的，你是眼得水得，你唱得这个写的是嘛？金杯接珍珠塔是吧？当如今嘛，细雨家家一雨声里啦，是吧？这个今年嘛，两是个呀，今年两是，哎呀，实在丰富的歌里，我们呢还学对了一个水平，你先生也学了一个水平。你先生是学这个声球，
那个你身上打身球啊，拼过双双的呀，也拼过双双的。你家里需要的，叫需要的，叫身球，叫需要的。那么我是叫身球叫包包的，因为你当你要是朋友了，我叫你包包的。人工声调呢，谢小青有一半功劳。这声调呢，声优因为身体不好，这个呼吸以上是打不够。那么谢小青呢，就拿一只琵琶去烘托伊。所以谢小青呢，这个琵琶上还有创造发明。原来的平台设施呢，就是十四先生唱的辰光，平台琵琶一直不弹的。等到不唱的辰光弹的，那么老先生就叫闭口琵琶，谢小青呢拿伊翻出来，唱的辰光弹的，不唱的辰光也弹的，叫资声复调。搿能一来呢，烘托这个声球气打不够的，到气的辰光得伊撑一撑，得伊烘托一烘托嘛。声就可以抽得住了，那么形成功声就有调头。方厂长，当人夫郎侬儿子呼呼的里向，现在当你们三庄大这些，说把你的出身为父与我跪下。我是明儿香呀。自从留声机传入中国后，
灌制唱片也成为了各种戏曲曲艺展现技艺、培养听众、扩大影响的一条途径。在评弹演员中，要论灌制唱片为数最多的，无疑就是沈简安、薛晓卿双档了。珍珠塔中的许多情节也经他们的灌制发行而广为流传，成为经典。在下一期节目中，将为您介绍这方面的故事，以及薛晓卿的艺术生涯。沈简安、薛晓卿双档大红大紫之后，除了频繁演出于书场、电台之外，还应各唱片公司的邀请，灌制发行了大量的评弹唱片，几乎囊括了珍珠塔中的所有重要回目。前朝后头有交关老先生，今朝的老先生呢，我就不晓得了。我晓得呢，这是从沈石记头，沈以后薛晓卿上档是珍珠塔。沈以后辣辣珍珠塔浪向呢，也创造了交关么子。因为珍珠塔这个各个诗人呢。有种诗是蛮平淡的，那么辣辣伊嘴巴里向被伊讲呢，伊拿这个平淡的诗呢，做成功一段关子诗。关子诗伊哪能弄法呢？搿个辰光当时伊拉辣录这个八代公司录唱片的辰光，录了10几头珍珠塔的唱片。从前头的托山庄。是个，你们还有么吉庆堂，来夫妻相争，那么有时个么还有啥个结关的嘞，通浙、曲石湖，曲石么是沈钧来先生唱的，那么三夫妻相会，婆媳相会，搿种唱片呢，不是一张两张的，是一头、头头、二头、三头、四头、五头、六头、七头、八头，10个样子连下去的。所以他都能够拿唱片在努力收拾拢来呢，这个呢还能够听得小半部的珍珠塔子。这桩大事，第一桩对呀，第一桩。情人，终其为上帝两朝神。老夫妻虽是里有梦。莫比相生，举本举能共下亲，不惜红色最相儿推身体儿提出，出比真无气。从今一生梦，口下女儿的大悲，
后，女儿随万口隆咚破板娘亲自风的雨里风几声，用灵一笔让飞奔下沟头里为公谋局。伊一日天要做，靠着这房子了，市场落地只市场电台，3、4只电台，一直要唱到夜里向1点钟。连着吃饭辰光都没，吃饭哪能办法呢？就是买一包稻草栗子摆辣身边，唱电台的辰光，抽空的辰光，上手了唱，伊就稻草栗子泡当饭吃。这个是一个。那么天上呢，阿拉师母拿饭是吧，送到电台上。那么孙秋辣唱的辰光呢，伊吃饭，伊吃好饭呢，让孙秋来吃饭。所以一般老先生侪有胃病的，胃病就是可能有人讲。从前叫发动马路，现在叫金陵中路。从段浪开始，一直到结束的地方，搿个100里丘房子里向啊。电台浪向，乃至我去听哈的，从短听到尾，侪是家家人家侪辣听。甚至有3群的珍珠塔。由于音乐性的好听，有所发展，所以伊拉管个唱片呢，辣管个唱片里向特别多。平台的担当，尽管曲调好听，毕竟是比较一只三弦，比较单调，而也有些小琴。这个双档3弦琵琶的配合，再加上这个珍珠塔的唱词，这个音韵乐调好听，所以呢，管个唱片，据我晓得还是管了比较多的，这个比例是比较多。那这个呢，对平台艺术的扩大影响是起了很多作用。对珍珠塔搿部书呢，恐怕辣搿个辰光还是有了进一步的影响的扩大。薛晓青生于1901年，父母靠经营一家小饭馆来维持生计。由于他的父亲是个书迷，因此与许多艺人有了来往。在他14岁那年，为将来生活出路打算，拜师大名家魏玉清，学习珍珠塔。由于他天赋聪颖，又有一条天生的好嗓子，2年之后就开始放单档破口说书。当时光裕公所每年岁末都在苏州公巷聚来听书场组织会书，这既是艺术交流，也是对青年演员的一次检阅。薛晓青就是在1918年的会书中脱颖而出，并逐渐发展，创造了薛调流派唱腔。有一趟就是讲啊，辣浪苏州呢，就是讲一个大会书。因为苏州啦，离到中国是搿样个，每年的年底呢，有个会书，大会餐。大会餐呢，就是讲啊，侪是名家，不得了个。书没有哈气当得来，那么我母亲呢，就是讲搿个是个最好的机会，去听石강新来先生的书。那么搿儿子搭去听呢，但是赖先生演出了，有一位赖先生呢来得挨着，葛么就讲台上的人下来，下头人分上去嘛，当中空档嘛，那市场里向个老板啦，那么就得你爹爹讲，你上去唱头。填空档，那么散了呀，也是无所谓，哈个，那么就要去唱。那么上去唱呢，唱啥呢？唱个珍珠塔的片子，唱一段叫《以节神礼》。但是搿段片子唱下来啊，下头听可满堂彩。现在伊倒也是一口气唱几十句也有了。现在呢，伊是比较响亮。
湘菜、爽朗，人家听起来清爽。那么我是比较适刻。我父亲呢，立辣浪自家的基础浪向再几个一唱一下听，一唱一下听，就是讲立下脱胎于外地，自成一派。你学呢是学个先生，学先生的乐词铿锵有力，但是你自家呢，就是讲再努力分一分，根据自家喉咙来唱。那么C.C. 小青老师呢，声音好，而且爽朗、朴实、铿锵有力，不得了。喉咙响到他那程度，整个里个喉咙就是平台叫没，高亢洪亮，铿锵有力。过去老先生呢，就是讲拿搿个珍珠塔的唱片多了，有种呢就是讲努力，还是带一点形容词，不过呢上火下火，得来一道下去，一气沟通下去，还蛮好听。但是我父亲呢就努力分成个段落，是应该逢点段应该是连了的，不连了的，你就努力圈头连下去看再唱。因为我父亲呢，伊也觉得有场是听先生唱了，我在其他来先生唱了，字眼听不清爽，唱是听不出，所以你唱的是特别清爽。来，北衙会干的小夫人。身中内放手针，襄阳得里称神神，不料英勇狼狈。因着机内叫的兵，满面风霜临死地，一骑迎里上门兵。死在出手空难脱，手机瓦当作御兵，中场里应向死里拼。公子说早教你出国兵，昔日去配凌晨。闻其心没良心，比本娘个一针，狗儿比风马起举头。薛晓青与沈简安拼档之后，在艺术上互相学习、互相借鉴、互相提高，通过演出实践，将双档演出的艺术水平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所谓单档难在不显寂寞，双档难在配合密切。沈薛档上下手之间的呼应，起角色的互动，演唱与伴奏的交融，面风眼神与动作的配合，真是达到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密不可分的境界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们的演出受到了听客的极大欢迎，被称赞沈薛档满身是书。上档的这总归是上岁下岁要配合，那当然，最要紧要照顾照顾。下岁要把上岁的苗头，上岁基辰光拐下来要听好。侬拐下来是口痒的辰光，不接下来是个对不啦？那么上岁呢就要鼓励下岁。
今朝我虽有只活龙不灵啊，我虽要自讲，搿点么子落脱里，跳脱里一头，啊，今朝有活龙了，今朝你发后日子，哎哟，搿哪能？搿么是搿只角色侬非要唱的，侬把跑好搿台头了，我一股子来顶脱拉倒了，我多唱点，啊，只有这个样子，搿个相当拼了浪了，有个性的。著名演员周玉泉在《谈艺录》中回忆道：“我31岁，也就是1929年，在上海做东方书场，沈学当做头档，我送客。消息传播出去后，前来听沈学当的人蜂拥而至，书场里客满坐不下，站着听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等到沈学当一回书说完下台离开，听客也跟出去不少。”因为他们都是专门来听沈学当的。等到我上去说书，这种日子真是难受。到后头书这个解放军结束呢，阿拉虽然立起来个深度老师侪有表演，这个深度表演就讲不清爽，要当然看得出。这些新非得唱哈，比武哈，起个角色。起个艺术套子还得嘞，好呀，是不得了是。可以说，在沈学当之前，苏州弹词的声腔与器乐伴奏已经趋于丰富；在沈学当之后，也涌现出不少新颖的声腔组合。但是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，沈学当无论在演唱理念、演唱水准，还是器乐伴奏方面，在创造时便是划时代的，在鼎盛时更是最为典型的代表。尤其是薛晓青创造了用琵琶伴奏来烘托唱腔的方法，对于之后的弹词音乐以及唱腔发展均影响巨大。沈九兰先生呢，因为喉咙发嗨，那么唱的辰光呢，有点停顿，啊是吧？有一点点是讲气质不上。那么搿个辰光开始呢，因为做马算呢，顶听得出上算，也唱得动，还是唱不动，就感觉发现问题了。发现问题以后呢，我父亲就讲来弥补个方面，从里个唱停顿或者断脱，你那个里向就递音乐进去，递功能进去，递进去呢，你讲搿辰光你讲哦，练着这个听好搿句唱，回头去练，让你搿句唱个下来，我不要弹搿能，哎，真个把你弹成功，弹得真个好，是呢，一眼就讲递到有些人侪递嘛，听看我一爱听，听上去呢，听不出沈九个喉咙发嗨，也听不出沈九气短，啊，而且只觉得哎，搿个音乐好听得来。练个伴奏呢，不是啥难唱咪我弹咪，难唱嗦我弹嗦，不是个，完全等于两样个，啊，现在侪是平台个规律浪向来个，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新发了叫诸声复调，搿辰光我父亲得里托个辰光呢，还不晓得搿叫诸声复调，你就是讲个，还是用搿种科学个方法，从音乐高头来弹出来个，那么到后虽然嘛。一弹一好听，一弹一好听，弹得歌门都是多得嘞。搿点歌门交关青菜，你到现在为了海弹，大家侪辣海弹。乐器着重的当然是从沈其后薛三清开始，因为薛三清的琵琶是非常突出，创造了许多伴奏功能，对吧？包括沈其后的演技，比我爸爸也进步得多了。薛三清是开创自珍珠塔生活机的平台叫下水衬托上水的先例。你只琵琶
以前是上水厂一部河水停脱的，河水厂上水不应的。从337开始，你搿浪向贡献是大的。搿337搿琵琶啦，你就开始拓深究搿厂子，从你搿浪向发展出来。源于就是讲啊，我父亲有那个伴奏的方法以后呢，推动了整个平台讲。应该讲平台讲的音乐呢，辣辣我父亲的辰光呢，起到一个转折点，丰富那个平台的音乐。曾志他的印象，据我看呢，是辣辣30年代，是韦竹清，后来是沈建佑、薛小青、沈雪当演出，这个是扩大了影响，而且这个应该讲，辣辣平台音乐的发展上，平台双档的发展上，沈建佑、薛小青是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因为双档的有这个演奏琵琶的配合，而曾志他也是这个以唱为主的，而这个唱唱词也是啊，这个非常这个协调啊，音调非常协调，而且是这个唱词也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沈建佑和薛小青呢，辣这个平台的曲调浪向有了很多的发展。非但辣曲调上发展，薛小青辣平台的伴奏音乐浪向，可以说是有了很多的创造，起了很多的作用。这呀，这呀。薛小青先生成名后，广开门户，收徒传艺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一身本领传给了众多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够在结合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。相应程序的是，沈简安先生的学生都是安字辈儿，而他的学生都是清字辈儿。这些学生议成后各有建树，为推动珍珠塔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。我父亲啊，辣浪24岁，辣浪搿个一年里向呢，搿个1-2年里向呢，学生子一个在算进来，顶多的学生子呢，叫陈文清，
我父亲学生子侪是亲字辈，陈文清、朱载清、王玉清、沈明清、石伟清，为那么就是讲郭炳清，哎，那么还有嘛就是讲家方有嘛还有就是讲陆振清、陆君清、李伯清，这个清得交关得来。薛小青是本人哦，伊收学生子要收几十个了。那但是真正能够学出来的呢，包括我在辣海，连自家囡恩薛万群在辣海，11个人能够上台会得识书。只是讲能够上台会得识书哦，说得好不好是另外回事体。在大多数在班当中淘汰的，学不出来嘛，不会上去说嘛，就没用了。搿点学生子侪是学搿个珍珠塔的，搿是点点搿点学生子呢，皮部个个侪得带哈的。搿叫啥人啊？郭炳清特别是吧？因为郭炳清嘛得朱水清品质相当嘛，就是讲出雷炮了，近代雷炮了，离不开搿只皮部个咯。是非常非常哈个，那么还有彭玉清，彭玉清皮部也弹得哈得来不得了个，搿点学生侪是哈皮部，哎，流传相当广个。沈简安、薛小青双档之后，由于许多弹唱珍珠塔的优秀演员，或是出自沈薛师门，或是私塾艺术并受到影响，均在艺术风格上较好的继承与体现了沈薛档的特点，因此被听众冠以“小沈薛”的美誉。在评弹历史上，就有2对演员被冠以这样的称号，他们到底是谁呢？在下一期节目中，就将来为大家介绍这2档演员的从艺历程与艺术风采。